一边喘气一边开心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绝对想不到的。”苏格拉底立刻说：“等一下！”就这样优先制止了他。哎，老师说打断别人说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耶。一定是有什么理由吧？苏格拉底继续说：“你要告诉我的这些话，用3个筛子过滤过了吗？”他的学生摇摇头。苏格拉底继续解释：“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之前，至少要用3个筛子滤过一遍。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。你要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？”学生回答：“我是从街上听来的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对，不确定的话最好不要乱说。对呀，对呀。苏格拉底又说：“那就应该要用第2个筛子去检查，如果不是真的，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。你要告诉我的事是善意的吗？”学生羞愧地回答：“不，正好相反。”对，坏话最好不要说。对呀，对呀。苏格拉底又说：“那么我们再用第3个筛子检查看看，你这么急着要告诉我的事情是重要的吗？”学生回答：“并不是很重要。”如果不重要就没有必要说了吗？对呀。苏格拉底最后说：“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，又不是出自于善意，更不知道它是真是假，那你又何必要说呢？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2个人的困扰罢了。这就是说话前的3个筛子，这样你们懂了吗？”像我的那些留言就是不重要、不真实又不是善意的，所以他们真的不应该说的啊。对呀，对呀，那怎么办？苏格拉底曾经说过，不要听信搬弄是非的人或诽谤者的话，因为他不会是出自于善意告诉你的。他既然会揭发别人的隐私，当然会同样的对待你，所以他才定出了3个过滤化的筛子。不做始作俑者，当然也不要受人利用变成是非的传播者。小爷，谣言一传出去，就像鹅毛一样四处飞散，怎么有办法将那些谣言收回来呢？不如就让这些事情随风飘散吧。那些不适当的流言蜚语，一旦没有人接纳或信服它的时候，它很快就会不攻自破了。我明白了，师父，我要去跟班上的同学说清楚，就最后一次，然后就不再理会那些流言了。小林姐姐，我绝对不会说你的坏话的，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。谢谢你啦，木瓜。不实的谣言很伤人，我们应该要把自己想抱怨的嘴巴封紧，还要选择积极正面、对人有帮助的语言来说，也不要变成流言的帮凶哦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师父。我现在心情轻松多喽。嘿呦
抬头，甩甩我的手来甩甩手，甩甩我的手来甩甩手，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，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，张开双手深呼吸，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，抬抬我的脚来抬抬脚，蹬蹬我的起来蹬一蹬，蹬蹬我的起来蹬一蹬，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，扭扭我的腰来扭一扭，张开双手深呼吸。很好，没有人，左边安全，右边安全，嘿，前面安全，后面安全，上面安全，下面安全，可以通过了 ，Go！ 嘿嘿，今天大师兄给我的这个蜂蜜蛋糕好大哦。小恩姐姐在减肥，不能吃，师傅不喜欢吃甜的。我自己一个人把它吃掉好了。嘿嘿嘿嘿。哈哈，好大块哦！而且蜂蜜的味道好香哦。哇，嘿，它在我手上看起来好漂亮哦。蜂蜜蛋糕啊，蜂蜜蛋糕，你是我看过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啊！你看上面的颜色是幸福的黄色，还有上面的糖，一层啊！哇，这个一定很好吃。我好想赶快吃哦。等一下哦。我一直觉得我背后有人躲起来要偷走我的蛋糕。蛋糕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我所有的霸气来保护你。你们这些蛋糕小偷，放马过来吧！雾光，你在干嘛？我死也不会交给你的！哎呦，你在说什么啦？你干嘛突然大叫，害我吓到搞什么鬼啊？你不要再装了，我知道你是来把我们分开的，我才不会让你成功呢！去，快点离开，不要逼我攻击你啊！雾光，你又在发什么神经啦？谁跟谁要分开啊？不要说你不知道哦，我知道你是来把我跟我的蜂蜜蛋糕分开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蜂蜜蛋糕。什么蜂蜜蛋糕啊？你怎么会有啊？你很会装嘛，看到我躲在这里，你还是追过来了，你这个蛋糕强盗！什么啦？我只是看见你一个人在这里疑神疑鬼的样子，以为你是不是不舒服，所以想来关心你一下而已嘛。你干嘛把我想那么坏啊？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什么蜂蜜蛋糕。雾光，你会不会想太多啦？你有被害妄想症哦。什么被尿床症啊？我最近都没有尿床啊，你在讲什么啊？